接着听人讲，饲狗仔、饲猫仔好做伴，不过伫高雄市的仁爱之家，却是饲6只鸡母，互阿公阿嬷做伴。老大人唔但爱照顾这6只鸡，也爱甲因号名。鸡母逐工过生鸡卵，老大人是3钱去捡。透过这款刺激，拖慢失智症发生。你伫遮捡的啊？本家阿公手提一粒鸡卵，这已经是伊今仔日捡到的第3粒。别个老大人有闲嘛，拢行来鸡条这搭，想要看因饲的这6只鸡。乖哦，足久无看鸡啊，毋过伊安那只看伊安尼咕咕，欢喜甲阮用物件才会个足欢喜。高雄市仁爱之家是今年8月起这个鸡条，饲6只鸡母，专工要互老大人照顾。鸡母经过训练真乖，阿公阿嬷饲因食米，也是甲鸡仔抱伫身躯，大家拢喙笑目笑。到整理去了给鸡舍，他就是他除了被人家照顾之外，他其实现在是有能力会再去照顾这些鸡啊，大家嘛客人可以叫做欢喜的。其实英国有研究报告，互老人饲鸡会使降低64%失智的风险，所以作家杨环正这几档才开始伫台湾推广，互老大人饲鸡。仁爱之家的鸡条就是伊斗3工起的。有一些媒介，这些媒介这呢，因两个有话讲，因两个降低冲突。嘛有话讲呢，麦当劳这个时阵人讲伊的生活有一寡重心。那因为家母来到机构，还是讲来到社区，来到一寡居服的单位，伊会当因为这照服员，因为扛这个动物仔做伙，伊有一寡需要吼。对这个月开始，6只鸡仔拢有家己的名，不管是蒙饲也是娜娜，因逐工食饱佮自由，遮的鸡仔甲遮的老大人看起来同款足快乐。记者陈家军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